過年想搵個有溫泉、有得玩、有得食嘅地方，咁不如去東莞嘅隱世度假天堂塘廈三正半山溫泉酒店。呢度係雙5星酒店。今次我住嘅溫泉私湯房真係超級正，室外有私人溫泉池，想幾時浸就幾時浸。房內設備齊全，牙膏、牙刷、浴袍都有，浴室仲有電毛巾架，浸完溫泉啲泳衣好快就乾。酒店環境好大好靚，可以坐酒店專車穿梭唔同區域。第一個必玩項目係呢個半山溫泉區，有成38個戶外溫泉池，記得要同呢個湖邊水女神打卡。水上精靈泡泡池就最啱小朋友，我最中意呢個魚療池，俾啲魚啄死皮都幾過癮。第二個項目一定要嚟水上運動中心，有好多水上項目可以玩。今次我就租咗呢架電動船，喺湖嘅中心望住呢個景色，成個人心情舒暢。第三個項目係呢個戶外體育中心，呢度有小朋友版嘅小型賽車，仲可以玩而家全球新興嘅 pickleball。行去隔離仲有山水大草坪，喺度踩單車都咪話唔超啊！嚟到呢度點可以唔食返餐好嘅？自助晚餐真係超級豐富，有好多唔同選擇，簡直係眼花繚亂啊！2月28日之前仲有海鮮小火鍋，有齊生蠔、現切龍竹魚、刺身、各式高級海鮮等等，仲有 live music， 氣氛超正。小朋友嚟到都有好多嘢玩，玩轉星球親子樂園，好似去咗外太空咁，有隧道、千秋同迷宮，家長絕對可以俾小朋友喺度盡情放電啊！新年期間仲有特別活動，花車巡遊、煙花、非遺麒麟舞同聖獅表演。酒店周圍都有新年裝飾，節日好有氣氛。呢度真係一站式搞掂，有溫泉、有得玩、有得食，仲有新年活動，大人細路都照顧到。新年記得帶埋一家大細過嚟放鬆下啦！